必咱小芳的一摆去进去洞，会当平安无代志转。咱囝小芳已经死啊，咱林家只剩小芳一个人。伊若是有什么万一，你是要叫我安怎活落去？姐，来，卡起来，来，甲我倒骹手一下。阿亮啊，哈，无你是走去倒，我咧四界找无你的人。我去菜市仔买菜咧。今仔是啥物日子？你安尼买啊，甲遐尼济啦？哎呦，姐啊，等咱小芳的吼，要去正气堂报完寿啊，这声若去吼，遐个完寿人已经去互伊抬咧甲光溜溜的，所以我吼，先去买行李，要转来拜姊夫啊。姊夫伫九泉，毋则会当含笑归土。小芳的到这当阵还袂倒转，我实在是足烦恼的。哎呀，我吼足后悔，无应该答应伊去正气堂。哎呦，姐啊，当即马小芳的功夫遐尼好咧，写叫看有影无？伊是去得到迄个无名氏的真传呢。当你是搁咧烦恼啥啦？俗语人伫咧讲，名好是难抵高贵。小芳，伊一个人去迄正气堂，迄人遐尼啊多，就算讲伊的武功偌好，恐惊的。姐啊，莫烦恼遐尼多啦。袂用的啦，阿亮啊，你去正气堂甲我看卖者。好，啊无啦，我毋敢。是安怎啦？我袂用咧去的啦，我这声若去，拄啊撞着小芳的吼，甲正气堂的人当咧写，你是要叫我为啥人？安尼我足为难的呢。小芳安怎啦？小雨，抬啊！哎呀，你大姊搁兴气啊！阿嬷，迄个时阵的凌小芳，一声到正气堂，伊迄个剑泉咧飞起来，还袂出来，小一个娘，迄个强龙师甲强龙武吼，因兄弟啊大咧惨叫啊！一声倒地，四脚向上天翘。妈，刷落去哦，上早将门安尼飘来走开。迄时阵，杨家兄弟两个人背过对面，怎跳落来，同齐两支刀对小的后壁做个斩落。小芳伊，我是讲小哦，头壳还袂挖断来都死啊！小死去啊！哎呀，你袂晓讲莫讲咧，阿姆啊，伊讲死去迄个就是梁文好甲梁文霸啦。对啦，我是讲哦，死去迄个是梁文好、梁文霸，毋是小芳啦。然后咧，吼，然后，对，然后，你点，互我讲，然后是安怎？然后是安怎？讨厌啊！无你讲你要讲，然后，无咧，然后咱两个走倒来报信啊，然后安怎咱都毋知啊。嘿啊！姐啊，若照安尼讲起来，你还阁有啥物通烦恼？袂用的啦，我还是袂放心。迄陆玉的大兄纪家良是杜家的囝婿呢。那万一若是甲小芳冲突起来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哎哟，对吼，万一若真是安尼，就有影要安怎啦？小芳啊，你若也袂要转来啦。你在世，想啊想。岁月
就是当杀去。我杀世良家世良兄弟，小我现得你阴马魂啊，该可你啊！你甲小环死别，你你倒来去中去散者。是小安辜负你。我做人的媳妇，是应该踮咧宝宝的身躯边伺候伊人大。也过我了解就你的心情。当初你甲小安是在地这移动的初期，现在的小安实在在伊的手下，你无要搁再踮伫这个伤心地，我会怪。大哥，我要离开的以前，有一件代志想要请求阿兄，唔知大哥你会当答应我呀？你讲，高粱甲我同胞声，伊做到假是为着阿英。爱你恁两个比咧拼性命啊，愿你剑下倒流我心。高粱甲我并无缘啊，何妨如玉你嫁予小环，伊娶阿英，我无卖啊冤，受伊家良，并无相啊关啊。大哥实在好道量，你不亏人来请阿英阿哟。家父你出去，就爱保重啊，无好为阮死后冤啊！太悲伤。多谢大哥你的关心。本来我是要向宝宝死的，也毋过我惊伊老大人比我搁较伤心，所以我不惜离别。麻烦大兄，你甲宝宝讲一声，大哥，如约告别。
之死，令小芳窜进正气堂，大开杀戒。刹那间，害死了强家兄弟，甲着梁文虎、梁文伯。伊的剑法快如闪电，确实是当今武林罕见的武功。莫怪阿姐佮岳父会逃之夭夭。现时正气堂，只剩你佮我，实在也太稀微了。毋知安怎，阮后一甲爹安慰，即马毋知变成安怎。如果伊若是注定爱死在林小芳的剑下，你搁较安那担心嘛无路用啊！可是若阿公有伫的，毋知要偌好。阿公阮记的所在，毋知伫什么所在。阿英，我准备要倒转去中义山庄，你呢？你要留踮的正气堂。你无要带我倒转去心？敢讲，你甘愿一世人甲我做挂命的夫妻，酒外赶，缀我受苦。活计家良一生做代志，从来拢毋捌认输。这一摆，你是讲？对你，对林小芳，我拢输。感触总心事，后世只为真君子，悲恋也是好丈夫。无奈阿英心已死，小芳兄也难摆渡。什么？还你！我想要为你做的代志，拢无法度人做到。这张被是阿
公的冤家之情，也就是咱两个人拜堂完婚的前一后，伊老大人偷偷交予我已经有看过，你有想要看？凌小凤悔教，你的父亲凌凤斌自死，我杜永清应该爱负全部的责任。你若是要报仇，请你到洛阳山阴国来，大母会将这条老命交予你，求你。唔通杀尽我的囝儿孙，尤其是阿英甲纪家良，我会在山阴国等你来取我这粒司法创逼的头，杜行清客。讲的老大人，你留予我这张被的是伊讲，连小凤若是要来报仇的事，叫我再将这张被来交予伊。本来我早就要将这张被甲伊烧弹掉，我会留到今仔日，就是要你知影阿公伊老大人的气处。 我要来去洛阳山阴国，这有哪讲？明兄，请原谅小弟不告而别。是因小弟昨夜在正气堂的书房发现到一件秘密。 迄就是杜行清的葬身之处。小弟甲杜行清有未了之会，必须爱去找找杜行清了解。如若不幸，小弟出去，恐惊就袂倒转来，也就以兄永别了，以后人客。 究竟身在何处？
什么人，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我是要找你算婚的人。